60年的钢琴老师高义娟的手，现在每天用来费劲做牛轧糖。我们是自讨苦吃啊，我们可以多加油的话，就不会那么辛苦。糖的粘性折磨着高义娟，一下子就汗流浃背。油量减半，糖块少了润滑，这是健康把关的概念。因为自己有高血压，对食品的要求多，从选料开始就有不少坚持。它对气管好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用在我们糖果里面。坚果事先要拣选过，烘烤的同时，蛋白打到发泡，等着白糖混合麦芽糖煮沸。高义娟这时突然提到海藻糖，他们希望说减糖，他们会认为说热量低，有一种心理安慰的效果，这样你误导民众，你让他吃的更多，所以我就不愿意这样子做。边说边注意着麦芽糖的温度，这影响牛轧糖软硬的关键，每天都有直接考验。今天非常不好，为什么？今天温度差太多了。不行就再煮过，把东西做好需要耐心和经验判断。除了抹茶口味，以黑芝麻、甜杏仁、南瓜子、青提子和葡萄干5型概念做的牛轧糖，像画一样缤纷。取名莫内的花园拿到美食大奖，医师丈夫不再笑她自找麻烦，花千万打造厂房支持她。吃某空换鸡，同气嘎堆边。吃某空换鸡，同气嘎堆边，做不同尝试，挑战自己。我想给我孩子树立一个榜样，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领域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。妹妹也一起投入，2个人一起实践理想和兴趣，想着怎么把糖果做得更漂亮、更好吃、更有品质。谢谢你。喜欢做甜点，因为甜给人幸福感。高义娟谱写糖果的交响乐，乐章里有她坚持的理想。吃某空换鸡，同七嘎堆边；吃某空换鸡，同七嘎堆边。